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1月25，是西洋的感恩节。先甲大家祝感恩节快乐。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尼希米书第9章第6节到15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光明的囝。圣经甲咱讲，当人咧讲到平静安稳的时阵，基督就会搁再临，并且罕亲像贼仔共款，恬静静安尼伫暗暝真安静的时阵就来到啊。伫迄个人无准备的情形的下面，会毁坏，会有济的困难，忽然间会来到，人无法度去避去走。咱是毋是随时拢准备好啊？前无偌久有教会兄弟甲我讲，伊不在乎啦吼，无伫意将来是安怎啦吼。伊认为讲吼，迄是无实际的愿望啦吼。伊讲伊只有伫意伫现在活地，努力甲耶稣基督同活啦吼。当然，虽然伊安尼讲法，牧师无法度完全认同吼，特别是伫即个将来愿望即项代志。但是伊对伫真积极伫现在活出基督的形象，即项代志其实是真值得敬佩吼，因为即个心志实在真无简单啦吼。安尼讲法，安尼决志，其实就是咱咧讲光明之子的即种的使命，也是咱基督徒应该爱追求的代志啦吼。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原始的感恩节并毋是亲像现在即种真少吼疯狂的即种购买物件的节气。对美国加州的人民，甚至美国真济所在的人民，拢会通深刻体会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所描写的境况。伊讲，因为你家己知影，主要过来的日子，亲像贼仔伫暗暝忽然间来到。当大家咧讲一切平安无事的时阵，灾会忽然间临到，亲像迄落伫要生产的妇人人迄种的阵痛因是走袂开的即种的苦难。伫前礼拜有朋友分享一个新闻，真著名的百货名店吼，伫美国真有名，叫做 Nordstrom。忽然间有一天去80个人黄面啦吼，会抢匪冲入去，抢甲空啊吼。下面的即个新闻的连结，咱会当来看吼。当大家拢准备着感恩节要安尼疯狂叫买物件的时阵，即个百货业咱咧讲的龙头，因的损失伫无有政府甚至无有警方愿意帮忙的情形的下面，这是人拢料想袂到的代志。因为加州的政府伫疫情一开始就已经释放数千名犯罪关伫监狱的出去啊，并且伫最近无偌久宣布讲，若美金950块的抢案，警方将袂去受理。前几工阴暗也阁看到旧金山市区迄个 Union Square 吼，联合的广场的边仔一个真出名法国名店叫做咱讲 LV 啦吼。伫当初是11月20，迄一群劫匪伫光天化日的下面，
嘛是唱甲空。老师也共款提供迄个新闻的连接伫下骹吼，共款的情形嘛发生伫伊利诺州的即个芝加哥城市内底。人无搁再活伫光明的下面，人无搁再心存感恩，无搁再敬畏上帝。趁即个感恩节安尼点头准备真侪物件要卖时，去人抢着。其实应该毋是安尼啦吼，只是咱无法度否认的是讲。过度的人本主义的主张，带来人自私自利，无有即种的社会责任的想法，无有公德心，佮袂晓得通好感恩，却真欢喜追求私利的即种的活命现象，亲像咱顶届讲的即个抢匪共款吼。为着满足家己来迫害即个生理的人，甚至伤别人，因也无感觉无要紧安尼吼。最近美国、欧洲疫情拢已经愈来愈严重，但是呢，无拍算，阁有一群人。行街头，无戴喙安，因无要注疫苗，因主张一个牌匾安尼写 ：My body, my right。我的身体，我的权利啦吼。你感觉政府要求因注疫苗、戴喙安是无人权的代志？相款无偌久之前，也被台湾的媒体来。讲算笑讲，台中大理市成立着即个成人棒球队，因为无偌久之前，大理市有一群摕着棒球棒的查甫人去人厝呢，去共讲歹人停伫即个亭仔骹内底的名车啦吼，车主阁是一个警察呢吼，毋但安尼尔吼，阁有人负责录影呢，看起来是准备要交差。那像讲有人指示因去做的啦吼，这个事基本上拢毋是光明之子的行为，搁较毋是感恩节的意义。伫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的党主席前几工伫因的国会中间发表言论，伊除了批判社会主义，也批判中国共产党政权以外，伊也问一句话讲：打光明的社会伫倒落？光明的社会主义伫倒落？咱若要问，什么人是光明之子啦？吼，什么人是光明的囝？伫圣经的观点来看，光明是上帝，光明之子是基督。那安尼，光明之子就是遮个追求光明、活伫光明下面的人，应该就是基督徒。但是，好那亲像咱时常听到的，教会应该是一群罪人受呼召所组成的所在。咱是咧追求光明的人。换一句话来讲，如果基督徒袂当承认家己的软弱甲家己所犯的毋对的时阵，光明就未会来到，咱就找袂到光明之子，搁较歹找啦吼。安尼时阵，搁要安怎会当有感恩的心情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的经文甲咱讲，但是兄弟姊妹啊，恁并无生活伫黑暗中，迄个日子袂亲像贼仔忽然来到，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属伫日时的，咱无属伫黑暗，也无活伫黑暗的中间。无搁再伫环境的中间来沉沦来困去，失去警醒来对即个世界的潮流咧行。
经文阁安尼提醒咱，所以咱无应该亲像别人安尼困去，咱应该警醒戒备。既然咱属伫日时，就应该爱戒备。咱爱用信甲疼做保护胸坎的箭甲来穿起来，用得救的五芒做头盔来戴。上帝毋是竞选咱来受伊的刑罚，是竞选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基督为着咱死，也要互咱无论死还是活，拢着伫伊过来的时阵，甲伊同过活。因此，恁着爱互相鼓励，彼此帮衬，亲像恁现在所做的共款。那咱搁一摆要来做伙来读诗篇，今仔日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第一个诗，耶和华，我的心神仰望你，我的上帝，我平素倚靠你，毋通互我见笑，毋通互我的对敌因为赢我来夸口。既若听候你的，的确无见笑，遐个无缘故惊奸诈的要见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道路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佮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同日听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因为这是古早以来常常有的。求你毋通纪念我少年的罪过，甲我的过失。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恩惠纪念我。耶和华是好佮正直，所以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伊要用公平引带谦逊的人，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谦逊的人。既若守伊的约甲伊的干净的人，耶和华款待拢是慈爱诚实。咱做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引带甲保守。互阮虽然伫疫情影响的中间，悠然会通得到你饱饱的恩典的赏赐。恳求你伫新的一年未知的年日的中间，继续带领、看顾、保守阮，互阮会通继续得到福气。阿门。